大家好，我係5A 班周楚明，我係5B 班陳燕雲。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參加大灣區青少年人工智能及網絡安全挑戰賽2025嘅經歷同埋得獎感受。今次比賽由香港警務處、澳門司法警察局同教青局聯合舉辦，目的係想我哋運用 AI 同埋網絡安全技術設計創新產品，用科技改善生活。今次嘅比賽難度好高，香港有成超過200支隊伍參加比賽。初賽之後，三地總共就係得60隊嘅隊伍晉級。我哋好幸運可以代表學校突圍而出，成為入選決賽訓練營嘅20支香港隊伍之一。今年3月，我哋喺香港參加咗為期3日嘅決賽。今次賽制好有挑戰性，要同嚟自澳門、廣州嘅隊友跨地區合作，2日之內要設計好產品嘅原型，最後透過攤位嘅形式向嘉賓匯報。最高分嗰2隊就可以企上頒獎台上面去再爭冠亞軍。雖然大家都嚟自唔同嘅地方，文化嘅表達都有分別，但係我哋合作得好融洽，一齊諗計、收集數據、整 prototype、整簡報，克服咗程式出嘅問題、時間好短等等好多嘅困難。最終我哋憑住團隊合作嘅努力，拎到比賽嘅亞軍。知道成績嗰陣，我哋又驚訝，亦都好興奮，因為一開始只係抱住試下無妨嘅心態。可以入到決賽已經好開心，最後估唔到可以拎埋亞軍，真係好驚喜啊！今次經歷最大嘅收穫遠遠唔止呢個獎杯，比賽就好似馬拉松咁，考驗緊我哋堅持同毅力。我哋除咗提升咗 AI 嘅技術，仲學識咗跨團隊溝通同合作。見到其他參賽者嘅優秀作品，我哋都明白到 AI 領域真係學海無涯。呢個獎係對我哋嘅一個肯定，同時亦都係我哋前進嘅動力。呢個就係比賽嘅 prototype， 接下嚟我哋就會介紹今次比賽嘅方案。今日同大家介紹我哋嘅比賽作品，叫做查理貓世。如果你最近都覺得讀書壓力大，有時瞓唔好，又唔知同邊個講，咁今集你哋要睇落去啦。嚟緊落去呢幾分鐘，我哋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大灣區年輕人嘅心理病問題有幾普遍，跟住分析下背後嘅原因。再介紹我哋設計嘅 AI 電子寵物貓查理貓世可以點樣幫到手，當然亦會講下大家關心嘅網絡安全問題，同埋市場上點樣推廣。希望呢個分享可以帶到一啲新嘅諗法俾大家。喺開始之前，想問下熒幕前嘅你最近覺得壓力大唔大呢？功課做唔做得切啊？考試又溫唔溫得切書呢？放心，你絕對唔係得你自己一個，我哋身邊好多同學其實都面對緊差唔多嘅情況。講真啦，我哋呢個年紀18到23歲，真係面對緊好多嘢。排第一嘅一定係學業同就業嘅壓力，仲有每個月嘅經濟同生活開支。另外，人際關係都係個煩惱，感情問題加埋對將來嘅迷茫同自我認同，呢啲加埋，有時真係會令人唞唔到氣。咁點解壓力會咁大呢？其實同我哋嘅環境好有關係。由細到大嘅升學競爭，畢業後要面對職場嘅適應。加埋生活成本越嚟越高，大家寧願留喺屋企減少消費，交友圈子慢慢就會縮窄咗。當生活好似重重複複，失去咗方向，我哋對追求自我嘅目標感都好容易動搖。仲有一樣嘢好常見，就係唔敢開口，有時講咗出嚟會驚俾朋友笑，怕俾人覺得自己好軟弱，結果乜都收埋，又唔敢揾老師或者社工傾偈。但係壓力呢樣嘢好奇怪，你越唔理佢，佢就越影響你，開始胃痛、頭痛、失眠，第2日返學冇精神，聽書聽唔入，功課又做唔切，壓力又再大啲，變成一個不斷重複嘅惡性循環。長期喺呢個循環入面，好容易會出現3方面嘅問題：情緒困擾、認知偏差同行為上嘅改變，例如突然對乜都冇晒興趣，集中唔到，或者脾氣變得好暴躁，呢都係一個警號嚟㗎。可能你覺得，哇，有冇咁誇張啊？但過去嘅一段時間，新聞真係報道過一啲令我哋好心噏嘅事，有大專生因為學業壓力而輕生，亦有啱啱踏入社會嘅年輕人因為工作壓力而離開。佢哋同我哋一樣咁後生，甚至係你同我都識嘅人。呢啲事提醒咗我哋，關心自己嘅情緒絕對唔係軟弱，而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因為見到呢個情況，我哋先諗到不如設計一個永遠喺度，唔會 judge 你嘅陪伴者——查理貓世。佢係一個 AI 電子寵物貓，大雄有哆啦 A 夢，我哋就有查理貓世。
佢唔單止俾到情緒價值你，仲有 AI 科技嘅加持。重點係佢唔使食飯，唔使鏟貓砂，只需要叉電，啱晒啲住喺宿舍或者屋企唔養得寵物嘅同學仔。簡單講下佢係點運作先。你戴住嘅智能手錶會記錄你嘅心跳、睡眠質素，手機 App 會睇到你嘅作息同有冇同朋友聯絡，呢啲數據會上傳去雲端，俾查理貓細分析你嘅壓力指數。最特別嘅係佢有個 AI Camera 2.0，可以從你嘅語氣、表情同手勢感知到你嘅情緒。如果佢發現你心情好低落或者好焦慮，就會主動行過嚟氹你，或者顯示安慰嘅訊息。佢就好似一隻識讀心嘅毛公仔咁。講到實際嘅功能，第一個就係幫你放鬆，佢可以同你玩簡單嘅互動遊戲，播放貓嘅咕嚕咕嚕聲。聽講呢啲聲可以令人有安全感㗎。透過大數據，佢能夠知道你嘅生活行程，例如聽日考試日，佢仲會提你放鬆下，播下歌，引導下你做呼吸嘅練習，等你可以減輕緊張引起嘅頭痛或者肚痛。第二，佢識得主動關心你。如果手錶嘅數據顯示你呢排心跳跳得好快，成日半夜扎醒，手機又顯示你幾日都冇同人傾過偈，查理貓細就會意識到你好唔對路。喺你仲未意識到問題之前，佢已經會主動撩下你，俾啲 support 你。第三樣，我哋覺得對校園生活嚟講好實用，就係傾偈同 support。有時同學之間好難開口講心事，但係對住一隻貓，你可以放心咁講晒啲心底話出嚟。佢永遠都唔會笑你，唔會出賣你。如果佢 detect 到你因為俾朋友冷落而唔開心，佢會彈句提示俾你，不如 send 張貓貓 sticker 俾個 friend，做個開話題嘅第一步啊。佢甚至可以同你做屋企人之間嘅溝通橋梁，等雙方都易啲明白大家嘅壓力。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隻貓咁多我嘅秘密，會唔會俾人 hack 㗎？呢個問題我哋都好重視。所有收集到嘅情緒日記、壓力指數、睡眠數據，我哋會用端對端加密嚟保護。存取權限會嚴格控制，同埋用戶都可以隨時要求刪除或者 export 自己嘅數據，確保私隱係完全由你話事。除咗數據，我哋嘅 AI 模型都會做好防護。我哋會請專人做紅隊測試，即係扮演 hacker 去攻擊我哋成個嘅系統，確保 AI 唔會俾人誤導而講錯嘢。我哋亦都會定期檢查 AI 嘅思想邏輯，確保佢講嘅建議係正面同埋合乎心理健康。至於硬件連接，無論係實體貓定係手機 Apps， 我哋都會用最新嘅 WPA3 加密協議，防止資料喺藍牙或者 WiFi 傳輸途中俾人偷睇。固件亦都會定時更新，修補漏洞，唔會俾機會有人可以遙距控制你隻貓嚟嚇你。最後，登入方面，我哋會支持雙重認證，例如密碼再加上指紋或者 Face ID。如果有人想喺奇怪嘅地點用奇怪嘅方式登入你個 account， 系統會即刻通知你，保障你 account 嘅安全。咁呢個產品可以點樣接觸到更多嘅同學仔呢？我哋有兩個核心定位，第一係心理健康陪伴，第二係科技寵物情緒價值。我哋最主要嘅目標用戶，正正就係中學生同大學生，因為我哋最明白大家面對緊嘅考試壓力、人際煩惱同埋對未來嘅不確定感，所以我哋想設計出一個專屬於校園嘅安全陪伴者。當然，啱啱畢業嘅年輕上班族都係我哋嘅對象。市場方面，除咗大家自己買返屋企用，我哋仲諗住同學校或者企業合作，例如學校可以買嚟放喺社工室，作為社工同心理輔導員嘅輔助工具，又或者放喺自修室，俾同學喺備戰考試期間減壓。產品會有兩個版本，硬件版就係實體電子貓，可以摸，可以互動，主打沉浸式體驗。軟件版就係手機 Apps， 可以用嚟寫情緒日記，同 AI 傾偈，用月費訂閱嘅形式，門檻就低咗好多。而且就算將來軟件升級同埋加新功能，你買咗硬件都唔使換機，只需要升級入面個軟件就得啦。我哋嘅目標係造福青少年，所以希望同科技園嘅商戶合作，盡量去壓低個成本。定價方面，我哋唔希望賺大錢，而係希望有足夠嘅資金之後去繼續做科研、更新產品，令到更多嘅同學仔可以受惠。技術上點實現呢？
我哋會先用鏡頭去收集主人嘅相片數據，標籤好邊個係主人，邊個係其他人，再透過大量嘅訓練，令到 AI 可以分辨到你嘅表情同埋手勢。入面會有3個 AI 模型，第一個係認人，確保隻貓淨係聽你話；第二個係睇情緒，見到你開心佢就開心，見到你唔開心嗰陣佢就會氹你；第三個係識別你嘅手勢，你可以叫佢過嚟停低，佢就會跟住做，好似同真貓互動咁樣。另外佢仲有個助眠模式，當手錶 detect 到你失眠，查理貓細就會自動生成助眠音樂，配合柔和嘅燈光，陪伴你放鬆心情，慢慢進入夢鄉。而數據傳輸方面，簡單講就係手錶數據經由手機 App 上傳到雲端 ，AI 分析完之後就會觸發查理貓細俾反應你。成個過程有 Google App Script 同埋 CyberPy 嘅技術支援，確保分析快又準。最後，查理貓細想同各位同學講一句話：你嘅情緒值得被重視，你嘅心聲我願意聆聽，你嘅成長我願意同你同行。呢個就係我哋呢個作品嘅介紹。今次活動我主要負責 software 嗰 part，老實講，我覺得好開心，都好意外。第一，雖然大家嚟自唔同嘅地區，有唔同嘅文化差異，但我哋都相處得好融洽。最後大家一齊合作，傾咗個查理貓細出嚟。第二係我本身係以試下嘅心態去參加今次嘅比賽，我覺得可以喺預選咁多隊入面脫穎而出入圍決賽已經好好彩，攞到呢個亞軍更加係完全喺我嘅意料之外。更加榮幸嘅係憑住今次優異嘅表現，我哋仲獲邀請參加咗由中國移動國際全力贊助嘅3日2夜廣州科技文化探索營。喺呢個營入邊，我哋參觀咗科大訊飛、小馬智行、大疆無人機研學基地呢啲龍頭企業，深入了解咗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同無人機嘅最新技術，仲有機會同業界專家深度交流。最後，我哋衷心多謝學校 IT 部老師嘅指導同支持，多謝隊友一齊並肩作戰。呢個亞軍唔係一個終點，而係一個起點。未來我哋會繼續鑽研 AI 同網絡安全，希望將我哋學到嘅嘢創造價值，為社會帶來改變。